好啦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是这个54岁金曲歌后詹雅雯，讲来得到帕金森，伊的大脑已经中度来萎缩。詹雅雯最近2个月身体一直拢无真爽快，食袂落饭，体重减8公斤。伫病院做一连串的检查了后，医生来确诊，伊是来得到帕金森。幸福是你讲的啦。 甲我拢无地带，你袂反悔，我流恋社会，前路放我过，放我过。这是詹雅雯2014年伫小巨蛋开演唱会，伊进前来发现到脑后生瘤，所以伫演唱会时阵是唱歌唱到目屎四淋水。 啊，2018年，这检查出带着罕见的疾病，无法度家己生喙烂水。这个是由医生确诊讲得到帕金森，而且大脑已经在萎缩。不过詹雅雯是真乐观，伊固定回诊食药啊，行动的能力拢还阁真正常。只是伊食药有副作用，会戆食袂落饭，所以减3-8公斤。詹雅雯讲，即摆上界重要就是听医生的话，学习莫惊吓。 过新的生活方式，而且来珍惜着即摆所拥有的。